来看，伫关雾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，有一丛超过87岁的樱花，是台湾的原生种。当年3月中花就会开满满，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，花期是甲往年比慢1礼拜左右。目前开花状况约8成，当地人讲，未来1礼拜应该是樱花大开的时阵。 山顶落雨毛啊，加上蒙雾，白色樱花对风咧摇，远远看过去，就亲像落雪同款。民众赶紧摕相机翕落来美丽风景。关雾这丛樱花树已经87岁，目前悬14公尺，会当讲是北台湾上大丛的雾霞樱花。实在是太美丽了，尤其在雾里面。那其实我们看2种情形，昨天来的时候有太阳，是一种光景；今天是在雾色里面，又是一种光景。 2种光景都很棒。在云雾当中看，真的感觉不一样。平常我们都是在阳光明媚的地方看到樱花，第一次在这个观雾当中，哦，这个雾真的是，那空气太好了。照过去的记录，当年3月中左右，这丛樱花地开满。不过今年受到天气影响，目前花率差不多开8成。但是想要看樱花大开，差不多该等1礼拜。今年前一段时间都很冷嘛。 还是对樱花还是有一点影响，因为它慢了差不多1个礼拜左右。这几天有下雨，可是我们都没有落，花都没有落下来，这样差不多在1个礼拜会满开。只要太阳出来就会更快的，这样。或者也提醒游客来这赏花，千万唔通踏入去内底，因为樱花树的土马若是互人打过，会变杂白，就紧得不到喘气，无才调吸收养分。 久来树仔地营养不良，搞破病，所以希望大家做伙来守护樱花王健康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